讲到现代人，阿嬷棍按动动是大家人人都有的大宝贝。刚经医政研发出一领衫，一个身躯顶透过加州铺电刀，就袂输亲像抓力的效果共款，会当减轻酸痛，而且大家个人透过手机来观察家己的身体状况。上班时间坐伤久，阿嬷棍感觉酸痛，这时阵插在衫内底这个晶片，连起手机的 APP 分析身体状况，进行加州铺刺激，等候酸痛。有时候坐办公室久啦，或者是运动之后，会有一点肌肉酸痛。那穿这件起来就会感觉比较好一点。这领衫可会使测量喘气、心跳，可再透过虚拟实境系统，骑铁马的时阵，就在第一幕看到消磨偌济力量。还看到一些心率的资讯，他也告诉我热量消耗是多少，我觉得还蛮酷的。它只要结合衣服的穿着就可以穿在身上，不需要粘贴任何电极。第二个，它多点多功，可以直接针对不同的身体的一个电刺激的位置去调控，也可以给不同强度、不同模式去应用。时代愈来愈进步，真侪科技运用在生活当中。研发团队希望这套系统唔但用在运动生理检测，还使进一步帮助居家健康照护。记者对君和新潮报道。